来继续正段消息，来看台北市的副市长李四川，本地2月底要来请辞，投入到新北市长的选举。也毋过即摆为着要协助市长蒋万安主持侠岛的开发案，讲要延到3月初10才要来请辞。市长蒋万安讲，等确定了后会甲大家报告。民进党的参选人苏卡辉讲，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节奏，伊会继续勤走基层，提出政见。 这一边，新北市长侯友宜和民进党立委苏巧慧、国民党立委安明凯伫咧开讲。另外一边，台北市长蒋万安则甲市长讲到副市长李四川请辞的进度。感觉到你们看我的眼神非常炙热，但都不全是为了我。 是否有任何人事的异动？确定我都会跟大家做报告。李四川2月正式向蒋万安交市职书投入新北选战，不过时间点位原本2月底搁迁到3月初10，就是要协助蒋万安主持北市府上尾一场道委会，审查台北市真重要的侠岛开发案。今仔日这场新北8里污水处理厂移交典礼，蒋万安对川北也嘛是真感恩。接触常委员有来移交典礼，会不会跟他分享一下双北的一个污水治理的经验？ 感谢双北的市府同仁以外，当然也更感谢李副市长。我们也非常欢迎双北各级民意代表前来共同支持。蒋万安无讲川北亚未来对手，对李四川特别全力投入选战，苏巧慧踩好家己的脚步。各党各个候选人都有自己的节奏，那我们都尊重。我自己的话呢，就是继续行走基层，并且提出政见跟愿景。现场面乱草，甲政就有关。新北市长之争，各党各自布局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